2015年，美國17歲少年阿明 Ali Shukri Amin 因為教人用比特幣課金等協助伊斯蘭國，被判入獄136個月，係當地觸犯同類罪行最年輕人士。伊斯蘭國響2014年崛起，遭美國為首嘅聯軍持續空襲。阿明同年開設推特帳號，發放超過7000條貼文，宣傳伊斯蘭國，短短3個月已有4000人關注。部分貼文仲教人用比特幣作掩飾，捐助伊斯蘭國。佢更協助一名18歲男同學到敘利亞投奔伊斯蘭國。由蘇丹移民美國嘅阿明，雖然天資聰穎，並獲大學拔尖課程取錄，但佢身材矮小，手部殘障，有嚴重健康問題。後嚟阿明響網上找尋信仰真諦，接觸到恐怖組織伊斯蘭國成員，呢啲網上朋友令佢感到受尊重同有價值。阿明被捕後向心理學家表示，佢覺得穆斯林受到不平等對待，因而被聖戰嘅理想主義畫面所吸引，甚至相信伊斯蘭國比西方政權優勝。佢認罪後寫咗一封3頁紙嘅信俾法官，只感到迷失，錯誤理解部分伊斯蘭教義合理化暴力。阿明嘅媽媽俾法庭嘅信指出，從冇諗過俾兒子自己上網，會令佢接觸到錯誤伊斯蘭教信息，認識為人，承認自己冇盡好母親嘅責任。後嚟阿明提供咗有用情報，獲減刑至監禁72個月，但終身需接受互聯網活動監控。負責案件嘅聯邦調查局職員形容，阿明原本係一個聰明、有前途嘅青年，對佢受極端主義洗腦感到可惜。